继续来看这里，以这位讲是地表上悬的地表上强的爸爸。台中一个72岁老乡亲，赛车赛的，突然间头起戆，规台车是弄入去一间早餐店。当时这个店内有真侪人客咧用餐，其中上晚进门口的这对爸仔囝，坐咧食早顿。这个爸爸听到弄击声，歪头一个看到车弄过来。 伊第一时间随徛起来，甲坐伫对面的后生抱起来，跳开逃命。生死一瞬间，两爸仔囝闪过弄过来的车，平安逃过一劫。乌色轿车拢要去早顿店，上我门口的这两块倒的人客，外头看到随徛起来间闪去边啊。其中这对爸爸是规个人吊起来，马春手紧甲因囝抱起来紧走，轿车弄到店内底条仔，才停落来。好惊险哦！ 车祸所在伫咧台中大理区一间早顿店，发生的时阵，轿车先弄到路边机车，伫咧早顿店食早顿的人客停了路口真吵，这个爸爸把外头看，伊发现无对当，嘛紧跳起来逃命。他就脸色苍白啊。对。对啊，然后他就说他不舒服。哦，他不舒服。你还是把他扶出来啊，要看他手刹车有没有拉这样。这个查某店员反应真紧，冲过甲车门拍开，甲查甫驾驶扶出来，嘛顺续有手动啊，避免个弄第二摆。 驾驶自身头晕，导致自小客车向左滑行。警察来到现场调查，讲赛车是72岁姓赵阿伯，伊无啉酒，不过敢若是因为身体疾病关系，头昏目暗才会赛车拢去早顿店。加在当时早顿店的人客，告这个爸爸反应拢真紧，抱后生紧走，才无人受伤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 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